胸肺復康服務肌肉鬆弛法。慢性阻塞性氣管病嘅患者，若果能夠喺心情緊張或壓力大嘅時候練習肌肉鬆弛法，就可以舒緩氣喘同埋心跳，令到肌肉得到放鬆，達到心境舒暢平和。喺練習嘅過程中，要保持暢順呼吸，切勿忍氣，可以運用缺唇同埋橫膈膜呼吸。初學者若果能夠每日臨瞓覺前練習肌肉鬆弛法，就能掌握要訣，養成呢一個習慣。肌肉鬆弛法練習。請你先選擇一個安靜嘅環境，然後坐喺度或者係瞓喺度，都盡量揾出一個你認為係最舒服嘅姿勢。雙手自然咁分開放喺大髀或者身體嘅旁邊，雙腳亦都要微微咁樣分開。你最好着啲鬆身衫，如果袖口紐、頸喉紐、皮帶或者領呔箍實你唔舒服，請你解開呢啲束縛。喺做呢個練習嘅時候呢，請你集中喺放鬆呢個字眼上面。你並唔需要夾硬嚟，亦都唔好掛住自己做得好唔好，只要順其自然，俾自己嘅身體按住本身嘅速度鬆弛落嚟，咁就得噶啦。你而家係喺一個舒適、安靜嘅環境裏面，將精神集中到呼吸上面。係啦，我哋嘅呼吸已經穩定，有節奏啦。跟住我哋會練習收緊同埋鬆弛手部嘅肌肉。請用雙手揸實個拳頭，有咁實，揸到咁實，感覺一下前臂肌肉嘅張力，然後慢慢咁樣放翻開兩個拳頭，又感覺一下而家鬆弛同正話緊張嘅分別。同時請你想住放鬆呢兩個字，等雙手繼續慢慢咁樣好自然咁攤開，覺得越嚟越重，越嚟越放鬆。跟住我哋再做一次，雙手揸實拳頭，揸到好實好實，停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放鬆，
放鬆。而家請將雙手屈起，手腕盡量貼近個膊頭，抽緊手瓜嘅肌肉，有咁緊，抽到咁緊，感覺一下上臂肌肉嘅緊張，然後慢慢放返雙手落嚟，又感覺一下上臂肌肉越嚟越重，越嚟越鬆弛，跟住再做一次，雙手屈起，盡量抽緊手瓜嘅肌肉，停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跟住係膊頭啦，請你將膊頭縮起，縮到有咁上，得咁上，盡量貼近耳仔，感覺一下頸同埋膊頭之間嘅緊張，然後慢慢將膊頭垂低，同時感受嗰份緊張慢慢咁散開，膊頭嘅肌肉越嚟越重，越嚟越輕鬆。跟住再做一次，將膊頭縮起，盡量貼近耳仔，停，然後慢慢垂返落嚟，慢慢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跟住係頸部啦，請將你個頭慢慢向後咬，有咁後，咬到咁後，感覺一下頸部肌肉嘅張力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慢慢將頭咬返前，等頸部嘅張力慢慢散開，直到完全鬆弛為止。而家再做一次，將頭盡量咬後，有咁後，得咁後，停，然後慢慢將頭咬返前，放鬆，慢慢放鬆，放鬆。跟住將個頭慢慢咬前，下巴盡量貼近心口，感覺一下後頸部分肌肉嘅張力，然後慢慢放鬆，將頭部回復一個正中嘅舒服嘅位置，等啲肌肉慢慢鬆弛落嚟。而家再做一次，將頭盡量咬前，下巴貼近心口，停，然後慢慢將頭部咬返正中嘅位置，
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你而家係坐喺一個舒服、安靜嘅環境裏面，你依然合埋雙眼，呼吸緩慢而穩定。請你繼續想住放鬆呢兩個字，同時感覺身體嘅肌肉越嚟越輕鬆，越嚟越輕鬆。跟住係眼部嘅肌肉，請你將雙眼合實，有咁實得咁實，感覺一下眼部肌肉嘅張力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恢復到原來嘅位置，依然合埋雙眼。再做一次，將雙眼合得有咁實得咁實，停，然後慢慢放返開，放鬆，放鬆。跟住係嘴唇嘅肌肉，請將上下唇合埋，有咁實得咁實，感覺一下嗰份張力，然後慢慢放開，等嘴唇回復原來嘅位置。而家再做一次，將嘴唇合埋，有咁實得咁實，停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慢慢放鬆，放鬆。你而家仍然坐喺一個好舒服、好安靜嘅環境裏面。請你繼續合埋雙眼，保持緩慢而穩定嘅呼吸，同時繼續想住放鬆兩個字，繼續放鬆身體嘅肌肉，享受鬆弛嘅感覺。放鬆咗頭部同埋手部嘅肌肉之後，跟住係背部嘅肌肉。請你將胸部向前挺，將兩個膊頭向後咬，有咁盡，咬到咁盡，感覺一下背部肌肉嘅張力，然後慢慢放鬆，等膊頭同埋胸部回復到原來嘅位置。而家再做一次，將兩個膊頭盡量向後咬，胸部向前挺，停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慢慢放鬆，放鬆。跟住係放鬆腳部嘅肌肉，
請你將雙腳伸直，將腳板盡量向上咬，等腳趾指向自己個面部，有咁盡，咬到咁盡，感覺一下腳部嘅張力，然後慢慢放鬆，等雙腳回復一個鬆弛嘅位置。而家再做一次，雙腳伸直，腳板向上咬，有咁盡得咁盡，停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跟住呢次同樣將雙腳伸直，但係腳板要盡量向下咬，等腳趾指向前面，有咁盡，咬到咁盡，感覺一下腳部嘅張力，然後慢慢放鬆，等雙腳回復一個鬆弛嘅位置。再做一次，雙腳伸直，腳板向下咬，有咁盡得咁盡，停，然後慢慢放鬆，放鬆，放鬆。你而家仍然坐喺一個舒服、安靜嘅環境，呼吸緩慢而且穩定。請你繼續休息，繼續放鬆全身各部分嘅肌肉，俾自己享受嗰份鬆弛、平靜同埋安詳嘅感覺。而家請你保持呢一種感覺。靈實醫院職業治療部製作。